去年的ISL 就是拿职业赛回来之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因为他在职业赛的表现是可以说非常的亮眼，也打破了世界青年的纪录。然后我们从那时候也给自己做一个设定，就是我们希望他在就是今年的东京奥运会可以顺利的拼进决赛，然后为国人拼出一个好成绩。那要不要分享一下，就是目前大概的课程？因为像刚刚就是一些短期的一些例行的一些来回嘛，然后最后还有在做一些水中的这个脚底的一些摆动，对，这些大概是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以冠宏来说，他现在每天除了一些固定的课表执行之外，他还会做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课表，例如刚刚各位看到的最后一项的水中的垂直打水，然后目的是让他的一些，例如说冠宏本来是属于200公尺蝶式的选手，但是他跟世界级的选手比较起来，他的速度还是差了一点，所以我们希望在他的基本速度方面有所提升，所以在短距离还有爆发力部分，我们也做了一些加强，也希望可以在奥运会上看到一些成效。因为刚刚总教练有讲到说，他是一个比较好胜心比较强的选手，就你自己观察的。所以说，像有些教练加课表嘛，他可能会喊说好累啊。然后冠宏是属于哪一种？冠宏是属于我们讲的比同年纪更成熟的一个选手。例如说，昨天我们在下午的训练当中，他除了执行完我们既定的课表以外，他觉得昨天的状况也不错。所以他最后也自己加强了一个课表，所以从这个算是他，我是觉得这种行为是他常常在我们平常训练就可以表现得出来，他比一般的选手更成熟，更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也可以把教练交代他的事情，然后教他的动作，然后还有设定的描述，然后都达到，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懂事的一个选手。目前2位选手的话，他们还是在准备积极的来备战冬奥的状况。那目前来讲，像王冠宏的部分，他去年有去参加 ISL 职业赛，那他也创下了世界青少年的纪录。那目前来讲的话，2位选手的状况都处在于一个不错的情况之下。当然，跟整个目标上面，当然是以我们的东京奥运为主，来做一个备战的计划。这个不错的大概是怎么样的不错？也就是说，因为毕竟像新浩19年就拿到资格了，那冠宏算是去年，对，那可能比如说在技术上或体能上，在最后的这100天会有哪一些部分会可以去修正？目前来说，因为2位选手我们所做的一个整个计划都是以一个黄金计划来去实行，所以他们在整个的一个。他们有专属的一个黄金计划的一个团队，那目前针对他们的体能、技术以及说他们的运科部分，都是由整个专业的团队为他们在做一个量身的一个设计。那当然，2位选手现在目前的重点都放在说，怎么样先进入一个前8名决赛的一个状态，来做一个模拟的一个训练准备。好像有因为这样特别请日本的体能教练来。那在课表上面有什么改变？对，像那个冠宏的一个专业团队里面，他还有特别聘请到所谓的一个日本教练。那日本教练最主要来的用意，在针对整个冠宏的一个技术上、划水的效率跟他整个的一个体能状态，有为他做一个每天一个专属的一个课程来去模拟他整个的一个技术动作。新浩也把它补充。对，像在上个礼拜，新浩也是因为在整个的训练需求上面，他也申请了，也是他的姑姑就是王琦教练回来协助他整个的一个训练。那在这个礼拜我观察下来，整个新浩的状态，自从他的姑姑回来之后，他的状态是一直上升的一个表现。那他们的训练时间也拉得非常长，也是很积极的投入在备战训练当中。